醒醒吧，姐妹们！你以为灭诊时医生给你比划的那2下就是你做完的样子吗？别太天真了。还有人说灭诊就是要多准备问题呀，是问做开疝的还是平疝的呀，然后做多宽呀。姐妹们，灭诊不是许愿池，你问啥他就能给你做啥吗？就是看那么多失败的案例哈，就是有肉条、假宽，底下有评论就会说你没说要自然款吗？我说一个真相啊，就很多医生只爱做一种形状，就审美单一，就翻车款式都一模一样。所以王炸建议就一条，别许愿，直接筛选。就喜欢开疝的，就去找只做开疝做到封神的医生；如果你喜欢平疝的，就去找案例里全是自然平疝的医生。就姐妹们，别相信就是他做的好看，你去做的话肯定也行。大妹，这是我们的脸啊，不是事业田，只找对的专属医生，比你说1万句我要自然的都管用。好了，姐妹们，你灭诊时被医生比划忽悠过没？评论区吐槽，帮你们避雷。